疫情解封了后，佮加上战争、通货膨胀等影响哦，全球拢定定的欠药啊，咱国内嘛是。小数今仔就正式公告修正药事法的第27条哦，一寡必要药品的清单，扩大必要药品计共有481项，新增加117项哦，新增加上侪就是抗感染的药物，所以嘛提醒药商哦，都爱提早6个月来通报欠药啊，无上侪是当罚新台币30万。受到俄乌战争、新冠疫情甲通膨影响，毋但是台湾，全世界各国拢共款面临着欠药的危机。为了要强化药品供应减少，食药署伫今年7月17有告，并且伫咧11月初一修正药事法第27条之2必要药品清单，扩大必要药品的品项总共481项，新增117项，删除34项。循心律不整药品这个 adenosine 大家也知道之前有缺药过，那我们也是觉得说，这个是有这个必要列入那个必要药品的清单。好，那还有治疗高血压及心衰竭药品，clonidine 口服剂，还有 minoxidil 口服剂等。食药署表示，这边修正清单主要是参考世界卫生组织、国内专科医学会等建议，甲医疗机构急症病人上需要药品、药品的项目，一个药品的医材列做独备药品。疾管署也建议，就要先增加抗感染药品甲疫苗，所以这边先增加上最前3项，分别是抗感染药品29个品项，抗肿瘤加免疫调节剂总共19项，一个心血管疾病总共12项。这个准备这些400多项里面，就有一些抗感染的，是经常性的缺货，你列进去有差吗？还是一样缺啊？所以他公布这个，我觉得只是好像让大家安心。食药署讲，药商若是有经过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公告强制必要药品的许可证，但是若是有无法度继续制作、输入或者是无够供应这项药品的情形，就要提早6个月通报欠药啊。若无相关，会当罚新台币30万以下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